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在这2天，美国的众议院大手笔通过了美金援助950亿。乌克兰、以色列跟咱台湾就着挖水，有挖水啊，咁就是和平在即时机。咱今日好好来讨论这个内容。 那么首先呢，咱们来发布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咱即马开始要录影，差不多4点外进行。那么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方面呢接近有短时间强降雨的这个情形。今仔日呢，花莲县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土石流，代替河人甲重德的路段双向拢未通了，公路嘛无法度行驶。 那么啊，民众爱个多加注意咯。那么，咱即马来小解了，今日来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锡。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政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暗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民。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第4位，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回头来关心，到底美国通过这个法案是什么？因为国防部来公布，中国的军机又搁飞来飞去，过了海峡的中线，入来咱北部、西南部的空域，那么上近离咱家人啊，干那41海里。 啊，那美国众议院这部分呢，是通过了953亿美金，针对到乌克兰、以色列、跟咱台湾等等印太国家援助法案，咱总统府嘛表示感谢。强军持续对台湾威胁，国防部公布到22早起6点，24点钟内拢总查到21台强机、7只强舰，其中17台强机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西南部空域，上近敢若离家人41海里。对这代志，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表示，强机为这飞到总统府的天顶，可能敢若4、5分都飞到，国军恐惊无预警的时间。大概4分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总统府，总共时间。 那是非常的快，那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他的空优，以他的制空权掌握在他手上，就有点兵临城下的感觉，让我们台湾在军事上面会猝不及防。国防部讲，国军运用任务军机、军舰也敢换地防空飞弹，严密监控甲应处。美国原来持续加强挺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20通过总价值953亿美金的援外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提供安全援助。 It's a dangerous time. 3 of our primary adversaries, Russia and Iran and China,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they're being aggressors around the globe. Their advance threatens the free world, and it demands American leadership. If we turn our backs right now,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devastating. 对于美国国会在中东冲突加剧、俄罗斯侵乌战争持续之际，仍然同意编列81.2亿美元，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国防部要表达感谢。总统府嘛感谢美国国会搁再用具体的立法行动，落实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甲提升台美安全合作。众议院审议的3个拨款法案，分别是608亿美金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264亿美金援助以色列，各向加沙也甲其他冲突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另外81亿美金协助台湾、菲律宾这个印太区域国家强化威吓能力，因应中国的威胁。 记者综合报道，咱就要首先来看这个法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啦？你才会知影讲，美国人现在开这济钱在这顶头，尤其啊，这法案啊，佫一个趣味的所在，你头早出来讲话这个阿独啊，这个人叫做 Mike Johnson， 这本队吼是共和党的，这次咯，伊本来嘛是反对讲啊，卖个援助啊，但是伊嘛投了这赞成票，这个吼。 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首领吼，即摆面临讲要罢免安怎？这嘛是真趣味吼。咱首先来看讲这个法案哦，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下这3个国家吼，其实唔那3个国家啦吼。咱来看实际上吼，伊叫做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金额608。
啊，以色列这个吼叫做安全补充是264亿，那么印太安全补充法是81亿。啊，你来看啊，这个金钱啊，看得愈来愈少吼。啊，佫有一个无开钱的，佫21世纪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法案。那内面有伊朗的制裁啦，啊，佫有这真趣味，冻结的罗西亚的这个主权的资产哦，讲要报乌克兰来使用啦。吼，啊，这个人讲，你这个有合这个国际法无？小来慢慢来请教咱院长吼。啊，也佫内面啊讲到一个重点，你 TikTok， 你甲我国会要来游说吼，不行，阮大家都无赞成，共款1年以内，吼，你要脱离中国的母体，看有人要买你无？吼，你就要处理。啊，咱来看，来对着咱台湾吼，台湾是安怎呢？台湾遮33亿，毋是拢要互咱啦，毋是直接互咱，33亿是美国的唱水监的基地的基础的设施啊，20亿是提供台湾甲其他的盟友对外的军事用资 FMF， 即小等咧请所长来甲咱讲吼。19亿是提供吼台湾遮区域合作的伙伴国防物品甲服务吼。这听起来就是旧案啊，啊，这是旧案包包的，还是讲新案再起？来，咱请这个沈老师。咱看到讲这系列法案吼，有一个较特殊的所在，第一，乌克兰即马咧战争，吼，伊需要足侪弹药、飞弹，那无可能会输去这个战争，所以伊的比例上悬，伊差不多63%，吼。那以色列，咱看讲大部分拢是防空飞弹啊，咱看到讲即马伊朗甲攻击以色列啊，虽然讲美国、英国、约旦这国家联合飞行机啊、飞弹啊，拦截率到99%，啊，毋过嘛用了足侪飞弹，所以开钱，开足侪。所以美国的海军也是其他的部队，就爱讲哦，即马飞弹射了以后，我要补充哦，所以这个钱。除了以色列之外，我感觉美国嘛是有。啊，第三个就是甲台湾有关系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差不多8%。啊，8%内底，咱会使看到讲，第一个美国唱水监这个设施，无啥可能伫台湾啦，因为咱无主军嘛，邦交咱无签约防卫协定，伊嘛无讲要伫做样倒位讲要做这唱水监的这基地。啊，有可能伫日本，有可能伫菲律宾，嘛有可能伫关岛，嘛有可能伫夏威夷。但是讲，这个所在参水监爱用足济，啊，即马设施可能无够，所以爱增加。第二个就是讲，要提供台湾甲其他的盟友对外军事融资 FNF， 咱知影这毋是第一届啦吼，啊，去年就有，啊，伊讲一半，啊，一半就是讲我完全援助你，啊，这拢免钱的，嘿，啊，第二个就是讲融资，就是讲我互你。免利息，你免利息，啊，毋过可能有一天你爱害我啊。啊，第三个就是讲，提供台湾甲区域合作的伙伴国防物品甲服务啊，有的报道讲叫回补过去的相关的国防设施或军事物啊，回补这两个字吼，嘿啊，记者嘛咧问我想讲应该是讲本来答应讲咧要互完，啊，因为可能无够，可能时间延误。哦，所以英语叫做 supplemental aid， 啊，但是这到底是你欠我的，应该即马互我，还是莫讲用欠，应该说我答应要互你，好啊，互你啊，若无就是讲我答应互你，发觉可能无够，我甲你补吼，另外就是讲军事教育训练，啊，这嘛拢爱钱。咱看到讲媒体拢咧讲，美国即马咧帮台湾特战部队训练伫外岛，还是战车部队，还是飞弹部队，还是长程火箭部队。因为咱甲伊买物件，伊嘛爱提供相关的训练，对啊，所以你会当看到讲，虽然伊的金额无悬，但毋过即马对台湾是讲预防性的，就是讲哦，你即马爱做好准备。啊，以色列是即马冲突拄啊了。啊！你飞弹无够，我甲你帮战。
啊，乌克兰是，你若无互伊帮助，伊可能就会输。救救啊！嘿，那输去吼，规个欧洲北约国家可能会跳来，或也是讲有乌克兰若输去啊，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会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你拄仔讲的讲，为什么共和党的议长伊突然转变伊的立场？因为众议院总共有435席，哈啊122反对，啊210赞成，啊311的哈。嘿，啊内底大部分是民主党。民主党。哦，当然这看谢讲，在1月总统选举啊，就是讲有内部政治的问题，嘛有讲共和党本身党的利益的问题，啊，不过我感觉更多的是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因为乌克兰若输去，哦，可能对美国冲击足大的。哦，议长，这唔那是国际关系内面有内部因的矛盾啦，吼。人讲啊，你这 Donald Trump， 你若当选了，你会放弃乌克兰啊，放杀乌克兰啊，而且吼，这个极右派吼，因这共和党内面极右派对这 Mike Johnson 嘛真不满啦，吼。讲哦，你那安尼投票咧赞成，伊也讲啊，伊讲哦，我即摆主要3个敌人啊，我这讲啊真明哦。你安怎看这项代志？因这到底是说来不管如何是 Donald Trump 当选也好，还是拜登继续当选也好，敢会改变这个路线？我想，迄个美国众议院的院长，伊咧讲，伊安怎会使领导这个国会来支持的时阵，就像主持人讲的3个敌人，但是这3个敌人是早就已经知影，伫这3-5年中间。包括俄罗斯、中国甲伊朗这3个合作哇，这是这3-5年来就已经知影的代志。但是这3-5天，经加了一个因素，就是伊朗交以色列中的这个冲突。这冲突是直接的冲突，是直接对伊的本土发射，也是讲无人机去攻击的。这个因素是本来这个伊朗的这个因素是这几天较加入来的这个上新的。就叫以色列无哈，这是大家拢知，但是互相敢若呛声尔，但是即届是互相的攻击。虽然大家拢讲这个感觉尽量要低调啦，吼，甲讲互相敢若真因为互相还未准备好要大车拼咧，所以即马大家。议长，你的意见是讲，因也未准备好要来大车拼。准备要大车拼，所以即届两个大家拢讲第一感觉讲，我敢若无受伤安尼，啊，对方嘛马上讲。这个嘛讲趣味，讲我叫人咧问你讲，你的飞行机场伊发汗去受伤，伊讲，迄无算攻击啦，你厝的窗仔叫拍破，你讲，迄无算攻击。因为这两个大家拢知影吼，呛声是真简单，你若正是要小台，你是爱有准备的，好，所以两个即马包括以色列，伊即马伊的主要是咧对付哈马斯，伊虽然有足侪伊的兄弟拢支持伊，但是呢，伊的力量也即马佫无法度交这个以色列来这个小台咧。啊，你以色列，我想，伊即届攻击上重要是，我想即种攻击敢若是咧对话咧，两个敢若咧讲话咧，就是讲点到为止啦，点到为止。我是有法度突破你的空防啦，即意思讲，我想要拍倒位。我是会成功的，所以你家己看着办啦，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感觉讲两个人抑个准备还未准备好，伫这个时阵要小台啦，好，所以大家拢会尽量尽量低调。所以就是记伫小本本顶头安尼，以后就来报仇。对，这较济的时阵，记较济的时阵，较最后较经一个好的时机，对家己判断家己有利的时机。天蝎座 A 型的安尼，较来车拼啊。佮转来，咱较大迄个问题，就是讲迄个 Johnson，就是个迄个 Mike Johnson， Johnson 就是迄个众议院的院长。即摆我感觉即个伊朗即个甲以色列即个因素加入来了，应该是加强伊会使想要甲即个法案通过。我家己感觉是一个足大的迄个动力啦。因为这三个斗阵啊，因为进前这3-5年以来，这三国合作足密切的，大家拢是知。但是即届真清楚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嘛，即个伊朗甲即个以色列中国甲台湾，
拢规拢对甲好好齐齐，吼，所以即届通过了，伊伫咧即段足长的时间，差不多上无3、4个月的时间，其实伊嘛有去努力讲是毋是我干那要通过即个以色列就好啊，剩的这乌克兰甲即个印太的中国这无要通过，但是执政党就要甲绑做伙，等于讲这3个即个案要甲绑做伙，你绑做伙，就要绑做伙啊！我感觉这当然嘛是伊家己Johnson 伊家己的即个判断啦，因为这对伊来讲，其实是伊当初会使这个动选这个议长，就是较多主持人讲的迄个极右派啊，但是极右派嘛无足强的啦，差不多20票尔啦，差不多加20票。当然，因为迄20票交民主党差就是差伫遐尔，迄20票也无支持伊都无调。但是即届注意听伊感觉民主党有讲，因为即届这个 Johnson 有支持啦，讲万一伊也甲罢免，民主党有可能会支持伊。啊，这趣味啊，就会支持伊，就意思讲，伊就免惊啊，伊就袂去用罢免啊。好的，所以民主党也愿意支持伊，啊，民主党会支持伊无？因为你也支持一个温和的共和党，对民主党来讲，对啊，无歹啦，我唔敢讲有利，但是无歹。啊，所以这代表着不管是 Donald Trump 颁布伊呢选到总统了，第一 Mike Johnson 可能就给老。爱看伊，因为即届的支持，我感觉差不多加当半年吧。对嘛？当半年差不多到迄个。就每年车啦，所以不管什么人起来，今仔日通过这个差不多就结束啊，就个后阶段啦。不管是川普起来还是拜登起来，迄就是后阶段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即届通过到差不多每年正月，安尼都好结束啊。所以即届卡数伊也无去用罢免，安尼就稳啊。就过关。对，就过关啊，就到后届总统看是啥人，看来政体本来就是妥协嘛。所以到迄个时阵。开来看，一关过一关啊，对啊，关难过，关过啊，这意思。对啊，哦，所以民主党嘛已经跳出来讲，你共和党也要甲罢免，啊，我会支持伊啊，啊，你唔免坐啦，你20票就好啊，是不是？所以安尼讲甲老神在在啊，我看伊敢若真在啊，是。刷来要请教着这个主任吼，美国人对着咱来关心咱台湾啊，美国人。做这个唱水干的这个基础设施啦，还是讲提供咱的 FMF 啦，啊，甲咱的这个各项物品甲服务啦，吼，有诶毋是寄伫咱遮，有诶是放伫日本啊，放伫倒位啊，才要送过来，是这个情形吗？还是讲其他有更新？因为咱看哦，这个细项内面啊，佫有其他无共款所在吗？咱来讲啊，其实哦，军事哦，你要建设哦，啥物拢爱钱，为什么拢爱钱哦？比如讲掺水管，你叫是讲掺水管吼，咱要起就起嘛，毋是？吼，掺水管吼，你也去船长吼，你船厂吼，你看，伊还佫有天车，天车是啥物意思？就天车伊吊面啊，吼，天车吼，迄吊的启动，迄天车的基础拢无共款，吼，你若要吊较重的，迄拢爱钱，吼，迄拢爱钱啊，这是一个总共天车，啊，第二个是干污，吼，干污就是讲，伊的面啊，拢甲你水拢甲你拍好大，吼，你就在什么修理，吼，掺水管修理，咱即摆。顶一届毋是海坤号掺水管学落去有哦，迄刷你刷迄个过程，迄足慢的，你知哦，足慢的。迄啥物你掺水管的铺污吼，还是穿污，迄拢爱钱的，建设啥拢爱钱哦。啊，美国嘛是足巧的，讲我甲这面哦，拢扣喺美国，还是讲关岛，还是讲菲律宾，吼，较袂去甲吼中国拍击呀，嘿，对，袂较来啊。而且吼，你看吼，你讲这吼基础建设吼。天车啦、吊棚啦、啥吼起动机，迄拢是迄趁食趁食机会呢。啊，咱毋是讲有台船，哦，咱台船若来得到这个机会，啊，就咱就足侪趁食机会无，吼，伊讲美国个创业啊。第二个讲军事龙珠爱行呢。啊，第三个讲你咱毋是讲一寡部队去训练，吼，啊，你训练的话，其实吼美国是一个大国，吼。以美国大国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季吼，每一季吼，拢会甲迄世界各国的国家讲，我即摆有开一个班队吼，比如讲这是 F-16的训练班队吼，你这以色列要派几人过来吼，中国台湾要派几人过来吼，大家拢招的吼，你招的过去吼，毋是讲你甲人送过就无，你
懂得讲吼，你英语爱好嘛，吼，英语爱好，你第二吼，你体能爱好，大家扣吼，去吼美国的教官来训练，吼，那即摆训练咱讲 F16基地哦 ，F16训练基地毋是陆克啊，即摆我喺土商，吼，因为陆克即个基地吼要改吼训练因的 F35的F35战机，所以咱后摆训练基地是土商基地吼，这训练伊的师资嘛爱钱啊，吼，师资嘛爱钱，拢算伫遮内面，对，拢算讲讲服务啦。服务啦，服务啊，伊个师资嘛爱钱嘛，吼，咱派人个，咱是拢家己咧出钱嘛，啊，毋过师资爱钱啊，有讲美国派教练吼，美国教练军事的教官吼，来咱台湾吼，教咱吼，比如平湖啦，像金门吼，去教咱怎修正，伊个嘛是爱钱啊，吼，伊个爱钱吼是讲，伊甲迄美国政府请款，毋过美国政府请款，伊嘛是爱。编列预算讲，这是服务的所在吼，所以军事物资吼，不只是输资啦吼，还是讲薪水吼，包含吼，比如后勤服务吼，还是讲零附件的增补吼，这拢算咧在内吼。咱讲歹听吼，买车简单，养车保养就困难，嘿，就困难嘞。所以咱虽然讲吼，得到吼这一寡钱吼，就欢喜，啊，毋过吼，你爱去想讲吼，这个新武器、新系统。你若引进了，伊要保养，要维修吼。那这个维修的人员，这人员嘛是来受训的，迄毋是遮简单讲，你甲迄拆无。要修理电风啊呢？迄拢爱个拢爱个吼，不只是无人机的飞行员吼。你的地勤的嘛是爱拢爱学啊，吼，那唱水井更较麻烦，唱水井吼伊的系统甲次系统足济足复杂的，吼，足复杂的讲，你每一项物吼拢爱想好，你袂使讲爱想着甲拆，想着甲无，你爱想到，你爱想讲即步了后要放喺倒位，即步了后放喺倒位吼，因为你物啊塞入去了后，伊开始要破裂啦，就参水管你若破裂无算好。迄扑袂起来，所以迄种麻烦，所以唱水管吼，其实美国嘛应该控制掉，控制掉毋是讲吼控制伊的母体，要控制讲你的基础建设啊，种天车啦，吼基础的物吼，拢控制淡吼，美国手淡啊，你若要学会使啊，你咱台船派人去学，啊美国就用即款物吼来莫讲控制啊，讲来压制吼，来伊民友的态度，伊拢是安尼。是，所以要请教着洪总吼，有人讲啊，即共款即老问题啦，即美国人对着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其实是足多啊啦吼，到单位止上无已经上跳啊啦吼。美国人除了这个正义吼，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以外，这个使命感以外，到底伊实际的这个利益，他怎国民主义也是略略啊讲着，讲伊这个技术啊落伫手头。人有人讲吼，阿富汗吼，迄阵时吼。因就是大家摧毁了吼，咧军工产业入去吼，大家咧重建哇，大家去遐趁钱。伊图的是即个吗？伊在世界即个全球主义，即马尤其吼，咧共和党开始撤退啊，伊还阁有通啊用即步，阁继续落去吗？其实咱讲吼，美国这军工的复合体吼，就是讲工业集团，加包括伊会去游说政治人物嘛吼，包括各个议员。啊，甲军事科技，啊军事科技倒来，其实是为偏得讲国防部，因遮人去想，哇，最近真流行一个叫做国防先进事务办公室，最近就咧讲赖清德赖总统上任了后要来设这个，哦，要来人讲的取代这咱这国干的迄落唱水干的专案小组，哇，就这条新闻，但是。落尾国防部长讲无啦，无要甲牵涉掉啦，是甲包入来啦，吼，可能啦。伊讲伊嘛无听过啦，啊，这是一个怎讲？一个小可有趣味的所在，讲哈，美国伊的科技足侪是为需求来嘛，啊，军事的科技个为烧钱来，因是拍实战的，无像咱台湾，咱台湾上好卖战嘛，因为咱实力无大，对无？咱若战，过来。唔知拍来。剃头笋角去。系不过你若万一输咧，就绝对袂使输的嘛。所以上好卖拍，这是战略上的想法啦，吼。咱是安尼讲，但是对美国来讲，像你拄仔讲到的，其实美国咱讲卖讲伤久的历史，讲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就好，美国到上尾才跳入去，你会记得？英国、法国实在是挡
无法度啊，足真正无法度。过来可能两个国家边防灭掉的时候，你搁跳入来。啊，跳入来当然有一部分是因迄 Christian 吼，基督教的精神。因为要安怎讲？因为因会想讲，这个文化，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吼，其实最大的力量是基督教。规个文化、政治吼，包括人权的思维，拢是为基督教改革来。啊，美国是安怎会变成一个国家？我袂记哩，还是为英国造反的。造反的意思讲，我信教去互迫害嘛。我的教和英国国防无共款尔，我有去互迫害。新教徒，新教徒拢移民啊，坐船啊，我委会什么拢坐来美，即个北美遮，迄阵无美国嘛。落尾是英国国王伤贪心，要去甲因扣税，去加重的时阵，伊个变啊，迄阵茶米上贵，茶米是迄阵上贵的物资，所以扣税扣足重的。啊，讲要去加税。哇！规船甲你等海底啊，袂瘾啊！北美这13州的人人民个革命啊嘛，对无？迄是安尼来，所以因会感觉讲，救遮人民无自由啊，甲压迫内底甲解放起来，这是因的精神。所以毋知有绿扁麦部队，哇，车模啊部队，迄个是美军陆军的特战部队，伊的任务是啥物？伊毋是直接跳入含你拍哦，毋是哦，伊是来这个国家帮助你的人民，去用迫害的人民来反抗恶势力，反抗大的恶势力。甲你组织就好，教你安怎训练，安怎拍，安怎沟通，吼，安怎个组织你的思想嘛有，吼，建设你的心理拢有几套的。所以毋知会讲有一个电影12面汉，就是12个吼。就是我拄仔讲的这个边毛派来阿富汗有啊，阿富汗第一届反抗战争派出的部队是迄12个人尔，啊，因就是帮助遐要抵抗，讲含埃尔盖达，也是迄个落尾 ISS 的这些神学士、新学术的这些政权，含伊去抵抗嘛。所以讲到咱台湾，是安怎美国咱会向讲？伊是为着要去拍掉了啊，要登起的时阵有啥物建设，有啥物钱？咱讲莫讲无，一定是有，但是迄是一部分尔。上重要是讲，伊伫即个西方代表的文明世界内底，伊要继续做领导人、领导的国家，来讲领导的团体，伊有即个道德上的伊的一个爱去拍一个责任，吼，这是真强的。所以毋知有拜登即款的人物。到70几岁，要80岁啊！所以你有怀疑讲，伊会继续来担任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吗？伊无一定是要做世界警察，但是伊要继续做这个精神上的领导人。个意思就讲，所以伊这3位一定会这3位一定爱挺到底。所以毋知会去说服到这个麦江森，因为咱看即个这个情势，因为麦江森伊出身含拄则咱讲的军工和合体无共款，伊是律师出身。啊，嘛是算名嘴，像平时安尼足好讲的，伊嘛伫电台主持节目，迄就讲吼，可能拜登甲伊游说，私底下透过伊的朋友嘛好，伊的同学也好，伊的什么律师界这样吼，去甲说伊的迄种。你放心，我这20票啊，我会听你。嘿，啊，你做这个，咱讲对的决定吼，是真困难，因为共和党的。袂听你嘛，袂养嘛，一定袂，因为即摆要偏去川普遐个吼，因是要跟他算小的，你知无？是要替川普当初去用诱来要报仇的，所以是足尖的一个吼态度，所以会讲较白塔啦吼，会讲甲白铁，讲啊你找你水好啊，吼，其实讲真个美国伊两党过去是无遮吼，咱讲负面党性，无遮针对的呢，过去无，差不多这20年。慢慢愈来愈悬，这咱一定有可能嘛知。是，愈来愈讲吼，毋是讲阮来坐做伙吼，画一条线吼，就咱小学生吼，一条线你莫过来吼，古早是安尼，即摆毋是。我知你住倒哦，美国人讲，我你讲，我知你住倒，迄意思就讲，要来找你啊啦吼，假期时啊啦，即摆已经变到安尼啊啦，所以伊毋知讲伊小可有压力。当初第一轮伊迄3个法案还袂拆开的时阵，其实足紧张的。啊，落要拆开，其实
我看吼，嘛有高人调标指点。是，我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吼，中国这方面发布了最新消息，4月24至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来再访到中国，吼，这个消息在即阵是放出来，这才出来2天，哦，要援助台湾军援法案吼，这国际政治吼实在讲吼。有当时你啊看安尼灰灰煞煞吼，到底这内面探底是啥物？布林肯是安怎会去？还是讲一手要甲你讲，一手你著爱有实力？伊有一个21世纪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法案，内面还佫一个 TikTok， 甲你讲哦，你一年仔就甲你想，布林肯在即阵时也要去，一定。咱看到这4个法案吼。除了乌克兰、以色列甲印太这个21世纪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法案，这是美国国会家己提出来，唔是讲行政部门提出来，是安怎提出来？第一个就是伊朗的制裁，就是讲伊朗拄啊攻击以色列，所以要甲制裁。第二个就是讲冻结罗西亚的资产，当然是讲即马乌克兰无钱、无兵、无武器，所以甲这钱吼，拢转移给乌克兰甲帮助第三个就是讲，咱看到讲顶届迄个拜登甲习近平电话会谈会谈的时阵，拜登就甲讲讲哦，你这 TikTok 吼，你袂使控制，你若无卖掉，你爱切割，即马就是讲国会嘛是共款的看法，讲哦，你即马爱脱离母公司，其实有几个考虑啦，第一个就是讲11月美国要总统选举。那避免讲中国也利用这 TikTok 来介入选举，还是讲认知战用认知战因为美国即马知影这 TikTok 对因的影响足大认知战、假新闻讲出来了后，你可能爱开3倍到5倍，甚至10倍的力量，甲讲这个就洗过来，这洗袂过来第二就是讲，连伊朗嘛有这个问题，伊即马嘛有抖音。伊拢顶届有一个库德族的少女互警察拍死，伊拢嘛有所谓的抖音世代，抖音世代就是讲，伊拢嘛即马嘛足惊讲哦，这个抖音世代利用这个事件来挑战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你看为什么为什么伊朗的反击以色列是安尼？敢若拍假，佮敢若拍真呢？其实伊嘛考虑到内部的问题，所以这抖音世代问题其实。不只是美国，全球性的，全球性的有迄个足明白的禁止讲袂使有 TikTok，即马就是讲美国透过这个法案，就会使互咧行政部门压力，讲袂使禁毋过爱切割甲中国的关系，若无你总统选举的时阵，伊可能概率甲比以前迄个希拉蕊甲选举共款以前是迄个，即马是抖音更较厉害，会影响到选举的公正性。是，全来要请教着院长吼，因为接触到这个乌克兰的代志吼，美国遮积极，但是欧洲即摆看起来是小可啉啉呢，无啥爱插呢，虽然因拢欧洲的一个各国吼，咱有一个数字统计因拢有增加因的兵员，部队咧扩张啊，比如讲波兰啦、德国啦，连荷兰，因安尼增长因的军队，到底是有真心要帮助，还是讲哇，我已经甲你援助叫要2担外，我实在是无法度啊？是这个情形吗？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其实咱看到对开始战争到即马，其实上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嘛。其实欧洲拢是看美国杀的。美国做偌济，伊较配合来做。所以进前这个安无过的时阵，大家都咧看讲，好啊，万一美国真是无过的时阵，你欧洲敢有法度摕共款的数目字的援助？把漏水退了看你有清楚无清楚？对，你即摆去看欧洲内底，咱对过去这20年来，其实是德国是规个欧洲内底的经济的带头的人，但是你会看这2-3年来，其实老实讲，伊的经济是无好。顶礼拜，迄个总理肖兹嘛，较去中国访问尔嘛，对无？吼，就是讲德国来讲，伊伫个差不多10年前，大家拢会记得讲欧洲
欧洲南部的迄几个国家足烂的时阵，德国佫会使出来搞带领着大家欧洲来甲援助，但是即马真少看伊出来，因为即马即个应该理论上伊也较需要佫是欧洲的经济的带头的，伊应该即个时阵应该要徛出来，讲咱即马是毋是应该吼？那伊可能会使，伊莫讲甲遐那么尖锐啦，伊也是讲反正咱就扣钱吼，较钱大家看要管偌济吼，伊嘛无做即个代志，吼，伊等到伊家己连伊家己国内的经济即马都无遐好啊，吼，所以你讲要叫欧洲吼，以欧盟为主的欧洲要援助偌济吼，这可能无法度去考虑啦吼。啊，话声上大声的，拢是像卡到主持人点一个波兰啦吼，这个较歪。上挖这乌克兰呢？乌克兰也是俄罗斯，伊感觉伊的威胁、安全的威胁较大的这个国家，伊感觉讲啊，你后面爱做爱有决定啊，亲门大户啊，对啊，你爱决定啊，你爱支持阮啊，阮徛喺上第一排啊，你啊万一伊啊变面啊，俄罗斯啊变面啊，过来就是换阮啊，所以你应该爱做这个甲阮援助啊，但是德国甲法国这两个国家应该是即摆目前欧洲内底、欧盟内底上做领导的国家啦，所以这两国我感觉这态度上重要啦。因两国那会使迄个立场共款，安尼欧盟其实大概都会配合。啊，但因两个也未有，就是讲对这个代志的要处理的这个立场，若无共款，啊，基本上都有问题。像法国，大家拢知影，战争要开始的时阵，伊是上主张爱讲和的，做公亲啊，伊上爱做讲和的，但是伫咧一个月前，伊讲啊，伊也无排除爱派兵去，就是讲伊对上本来是上爱讲和的，啊，佮看敢若上鹰派的，对用啊，所以你对这个法国甲德国这两个国家，伊的两个立场的看法都未信老师。你的名言过来啊，国际是现实的。你过当讲伊的。迄个外交部长就已经讲，昨暝歹势啊，昨迄个总统讲的吼，迄毋是啦，阮即马是讲吼，这个来这个研究看要派的，毋是要战斗的部队，是你敢若后勤部队去，譬如讲扫雷啦，哦，这种后勤的，要做后勤的，这个毋是讲要派兵去迄个修台啦，对，所以啊，伊的外交部长伫咧过当讲就已经。弄落去啊，所以伊讲，佫是昨暝歹势安尼，有影国际是现实的。对啊，伊过当讲就安尼讲啊，德国嘛讲美国无个过当讲哦，迄天就讲啊无即个代志吼，啊这法国这吼，可能是伊个人的意见。法国总统讲的是伊个人的意见。哇，这真歹势咯。美国甲德国哦，哦，伊个伫迄天就讲啊，伊家己法国外交部长就讲啊，这是毋是后勤的，伊袂使讲毋。伊袂使讲无嘛，所以伊就较软落来，软一半，对。这国际是现实的嘛，国际是矛盾的，这我来请教着主任吼。因为咱看到这个以色列无人机啦、飞弹去攻击个伊朗的中部的法罕，结果因的外交部长讲，这无算作攻击，这是什么意思啦？我说看无呢。咱先来讲啊，本来是4月初，吼，4月初吼，本来是伊朗踮咧苏利亚的大马士革吼，以色列吼，突然去年甲大马士革的人甲拍死，吼，拍死了有啥物人？有伊朗的高级的将官，啊，将官啦，其实。伊朗就爱欢迎啊，欢迎到4月13，吼，4月13咯，伊朗就发射吼飞弹吼，甲无人机吼去拍以色列，吼，以色列即摆向拍，伊嘛爱欢迎啊，欢迎你来看吼，以色列甲伊朗迄距离偌远你知哦，直线距离1800公里，1800公里你要拍？你即马是讲要像40年前吼，以色列出动战斗机去甲轰炸嘛？无可能吼！你莫小看伊朗哦，伊朗的军事科技嘛足够的哦。你若要派无人机来，伊可能看会到吼。除非你派 F-35吼，这是另外一段吼。你若要派一般的战斗机吼，你要飞过吼伊拉克吼、约旦的上空，嘿，报尾啊，人嘛看会到吼，人嘛看会到吼。所以这两个国家其实你若要派无人机过去，拢派袂到。吼，即摆大家拢看会到，你雷达大家拢足先进的拢看会到吼。啊，若无人机飞过，你要用啥拍？飞弹，吼，
无人机，吼，所以你感觉讲，你看吼，你讲以色列国防军 IDF 吼，伊公布的图像吼，你看到哦，原来呢，迄当阵吼，4月13号，不只是伊朗哦，包含也门，吼也门嘛派一寡无人机啊，是讲吼咩吼去牵以色列吼，所以你看讲哦，原来吼要拍吼即款原所在敌人吼以色列爱靠啥飞弹。无人机吼，那无人机甲飞弹吼，其实吼，以色列公布讲，我99%吼拢甲炸落来吼，大家免烦恼，毋过免烦恼，这拢爱钱啊，所以迄当阵，咱就感觉讲迄当阵以色列4月13开偌济，400亿嘅台票吼，台票哦，所以咱嘛做个，毋过咱要即个情况咱发生咱的现象，咱嘛做个，毋过爱开钱哦，即摆吼，以色列本来要拍伊朗嘛，美国说。这无我的代志啊，这无我的代志哦，所以无我的代志讲以色列嘛爱欢迎啊，欢迎讲伊即摆就讲拍一寡吼飞弹吼去伊朗，伊朗嘛知影即个态势，讲这拍落我的机场这无准算啦，这大概吼小事化无安就好啊，因为讲歹听吼，伊朗去拍以色列吼，伊的飞弹吼，甲无人机的伊数目较济，吼数目较济哦，这会使确定。所以主任，你认为因是拍假，还是讲？目前哦，实力还阁无够，先欠要等。唔是，应该说，这两个国家吼，拢以色列吼，外界吼认为讲伊有核子武器，伊拢嘛伫发展嘛吼，所以这是稳定吼。那讲好歹听，伊大概这两个国家吼，拢是中等吼科技国家吼，所以两个无可能会啥弯起来。国家讲较好听吼，万幸是讲吼，这两个国家小继续个啦，拍袂起来吼。即摆也是讲吼，你是伊拉克甲以色列可能拍起来。即摆伊朗中刻一个伊拉克吼，甲约旦，你拍袂起来啊？拍袂起来，其实大概你知影讲，你要欢迎吼，我嘛要欢迎。欢迎为什么要欢迎？你欢迎吼国内群众知嘛？你也无欢迎哦，当然民众讲你这国家你这政府就无政府嘛，所以无政府啊，你欢迎了你不管是以色列还是伊朗吼，拢爱欢迎欢迎就讲我拍一寡吼，一寡无重要的所在吼，互大家民众看，大家安心嘛，讲原来吼。咱的政府嘛是有政府的，咱的政府受到攻击了嘛是反击啊。讲歹听，这嘛是吼，美国吼为什么吼要拨款吼以色列的所在？我一寡钱互你，我甲你补充嘛。你的飞弹拢拍了，免我甲你补充，我来补充。所以咱感觉讲国际国际政治吼都足现实的。为什么讲以色列不是讲中东的中共吗？那美国为什么过来拨钱去拨？这足奇怪嘛。系啊。这我嘛要请教洪总哦，真侪人哦，你看新闻看无呢？因这是咧拍假啊，拍真的啊？到底这伊朗哦是分三波，伊介咱节目内面啊讲分三波，伊真正斟酌咧算哦。咧测，那所以有真侪人讲伊挑工咧测试哦，咧测试讲看会使也袂使。这是有测试的目的，还是讲加减？会当像头仔国民主任讲的，讲国内嘛有压力，我嘛爱小做者。咱若贵较大的这个关度来看的时阵吼，其实以色列甲伊朗这两国拢唔是孤单一人嘛，后壁有拢伊的朋友嘛，拢归群的啦，拢归群。所以即摆就是讲，两国可能拢想清楚一件代志，因为中间吼有各国的内底吼，拢咧沟通吼，咧帮忙咧沟通。所以有可能已经有私底下的一个能够想法，吼，你想的看法想可能共款，就意思讲，伊这个想的是我可能无做全面战争的准备，因为对南太阳湖来讲，伊国内的支持无遐强，所以伊嘛无法度讲，伊即摆讲战时的累积吼，虽然讲是会使做一代志使免管，但是你做的决定是要全面开战的时阵，颠倒内面因是多党的政治，支持度我度合作伙时伊就倒台啊，伊嘛倒台啊，毋是讲免倒台哦，嘛是会使哦，因为即摆伊拢也讲，你来拍我的，无，你无算甲我拍，迄是不明的什么渗透吼，意思就讲，外千人拍嘛可能啦吼，咱开玩笑安尼讲。都无承认嘛，所以变成以色列讲，
伊国内无咯，迄我拍的。无啊，以色列国无共党的人会美伊的总理讲，人讲迄毋是啊，所以你无做全面战争对抗伊朗，也是讲这个集团的必要性。啊，你政治上你个危机啊，你搁要发动战争啊，你敢有道理？啊，你甲小拍鸡啊尔，你敢出去讲要拍，啊，阮内底就是拢歹顾，吼，厝内工课拢歹做，你个倒台啊！因为马上就讲，这战时的累积变成一般的累积，会使不信任投票，你个使落来啊！所以伊嘛惊这点，所以两边拢咧耍诈、耍政治，毋是咧耍武器。咱武器讲有啦，有咧测验对，是有咧测，但是吼，伊拢测一届就知影差不多啊啦，吼。会使用这步，但是对方有准备，所以我后壁爱个变步。啊，你讲3工5工就变一步，敢有遐厉害，对无？哦，你爱换物件嘛，你换做法嘛，啊换做法时，你后壁的武器，也是讲会用拍方法对袂着，啊我慢慢请拍嘛。所以即摆可能是这个情形。是。所以毋是讲，嘛毋是讲和平就来啊啦，袂。所以美国后手已经这个钱仔先款出来嘛，伊也无款出来时，咱就讲400几个以色列已经烧掉去啊，后壁咧，对无？你若讲各个生产铁强伊内底的设备费大嘛遐钱，也是讲你随便 shot 大味投石所这嘛是更较贵啊。迄几粒用了无啊？我后壁要哪补，对无？迄就是拢爱钱，所以毋使讲，这个方面就是，拜登咧帮助纳坦雅胡嘛好，帮助以色列嘛好，也是讲换做套到咱台湾来讲，嘛是可能就是这款情形。比如讲，万一吼，我拄有小可算一下，即摆有一个Twitter 也是讲迄个 X 的一个账号叫做 PLA Tracker， 伊有替咱整理吼，啊我后壁佫替伊补充上新的这个数字，就是讲中共4月份。自4月初头8号开始算，因为进前后天气较歹，大海天气较歹，较无咧飞，较无咧飞，飞了嘛少。啊，4月8号开始天气好的时阵，伊就来啊。伊吼，前8号到15号一礼拜内底吼，个53只的无人机冲过来，啊有33只入摆咱的大海中线的东边，就入摆咱这边，也是讲射去西南空域，也是讲为东边来，拢有。后壁佫较济，啊，佫有一间什物联合舰逼警巡，后壁佫加起来佫72只佫入来，到今日到昨为止，啊，内底54只嘛是飞入来，所以咱统计起来，无甲一个月个125只的中共的无人机要冲来，吼，冲来台湾，啊，有入来咱的这个空域的，吼，咱讲咱有在管的所在，87只，啊，这未算遐准哦。伊遐战站吼，伫咱附近吼，佫有超工飞去走去东部，咱的超28海里外，佮挖到24海里，临到起啊嘛。啊，伊叫伊直升机直接冲入来呢。对，啊，美国态度遮明显呐，啊嘛，甲咱援助创这创迄啊。是。啊，伊佫继续来，啊，这是切伊的意，还是咧？伊到底要安尼？因为对习近平来讲吼，这。心所顶嘛知，伊家己即摆上紧张，毋是讲和美国关系要好偌济，伊嘛惊啦吼，包括经济上吼即摆较歹，但是伊即摆上惊係講伊內部嘅政治吼，伊家己內底中共動啦，安打袂調，安打袂調是要安怎？因為兩條路線攏安打，一條就是講文咧直直提醒伊講，大個。哦，咱安尼一路吼，对伊拢对以色列、烏克蘭啊、美國拢看到兩面性。對啊，因內底個點嘛，講大個，你雖然大個吼，但是台灣逐工咧創這創迄吼，啊，即擺佫一個吼，務實台獨共角色者要出來做總統，啊，咱遮部攏無效要安怎？這我啊，佫來個武統的牌賣起來嘛，講啊無效我個來拍啊。啊，這是武真誒，武假，到底是咱是普通人是要看倒一條是真誒，倒一條是假啊？好，咱看一個國家的戰略吼，會使有3個指標通好看。第一個就是目的，第二個就是方法，第三個就是伊的手段甲資源。啊，你看以色列甲伊朗伊發動攻擊，伊的目的是啥貨？
绝对毋是讲大规模的报复，大规模杀死足侪人。你看到讲，因的想法讲，因为因的伊朗的领导人讲，命中率无重要，你的展现意志很重要。就是讲吼，拍袂到不要紧啦，毋过我就气魄，我就有气魄的。注射一百，注射一百表示就是讲国内的政治。以色列攻击，我一定要做好我的老百姓看。你看到讲以色列攻击足拄好就是讲，当以色列伫加沙攻击一个国际志工组织了，后来就攻击迄个叙利亚伊朗大使馆。唔知敢有因果关系，但不过你会看到讲顺利转移国际社会对伊谴责，对伊谴责。伊个有理由讲，当伊朗甲攻击的时阵，伊个会再攻击伊的核设施的伊斯法罕，表示讲我会使拍到你的雷达，后届我会拍你的核设施。毋过咱看伊朗的攻击，无啥物效果啊。美国、英国、约旦、甲以色列拦截率是99%。弹道飞弹攻击嘛无啥物，敢一个查某囡仔受伤安尼尔。就是讲按目的来讲，这两个国家即马拢无想要讲这冲突扩大，嘛无想讲变成第三届世界大战。因为伊朗伊的军力有一定的基础，美国嘛全力协助。即马美国的重点伫乌克兰，毋过伊原则讲608，敢会使扭转乌克兰的战局，我看嘛足困难。哇，这是假啦！所以即马美国即马上紧就是讲，罗西亚美国55%的民众是反对继续呢。美国即马就上紧讲，罗西亚、中国、北韩还是伊朗，同时对美国攻击。你看美国总统拜登甲迄个泽连斯基讲，我伫以色列安尼做，甲乌克兰无共款，因为伊无想讲变成第三届世界大战。毋过伫中东这个所在袂，因为你看伊朗、伊拉克的民兵、也门的民兵、叙利亚真主党，还是黎巴嫩的民兵攻击以色列，敢若会使用火箭，伊袂变成个大型的冲突，所以你看，原做项目甲目标无共款。伫台湾呢，因为即马无冲突，毋过爱定定警告中国，你袂使安尼，你袂使安尼。所以派人去讲，布林肯就是讲这所以为虾米日本啊、G7这会拢爱强调讲台海安全足重要，因为台湾非常重要。伊的地缘战略最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央位置，第二个就是讲台湾是个民主典范国家，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讲全球供应链、半导体供应链，袂使有一点点啊冲突，有一点点冲突对全世界对全球影响足大。是，但是 Blinken 这个时阵4月24去到中国，咱赖准总统5月20要上任哦，这是毋是甲这个？美国真关切，就是阿强啊，到底在这个赖总统就任迄阵时会做出啥物举动吼？院长你认为咧？因为这个 Blinken 要去伫咧几工前都有咧讲啊，所以较多咱伫咧讨论的这件案，伫咧国会过了，其实理论上照中国过去的反应，伊应该抗议。甚至像这个代志，应该无同意布林肯会去，会使去。系啊，所以你即马伊也同意伊会使去了，你就要观察中国可能伊即马的外交的想法，交伊进程可能无啥共款啦。因为以过去咱的迄个例来看，伊应该爱抗议甚至讲趁这个机会讲你莫来啊，对不对？大家拢已经知影伊要来，伊条讲伊莫来或者互你歹看。但伊既然若要互伊去。安尼代表伊的想法已经无啥共款，交过去可能无啥共款。但是爱布林肯去了后，也受到完整的即个外交的态度，较是对的啦。万一伊也去，条讲好，我即届叫你徛红线卖入来安尼。伫外交当中有足侪迄个美感，你
当事者你家己会感觉讲你有受到尊重无？吼，在这个啊，伫咧外口看起来应该还阁袂歹，因为毕竟伊是也是国务卿也是外交部长嘛，你无可能伫咧镜头当中，吼，伊是大国，你安尼是大家歹看面尔，所以无可能。但是伫咧私下门关起来了后，讲话可能就无共款啦，吼，就是这情形。所以即届互你来，但是伫咧闭门啦，吼，在门关起来之后的迄个会议当中。我看伊的底牌就摕出来，讲你既然要叫你本来媒体拢讲你来遮是要甲我讲，我啥物袂使做，我中国啥物袂使做，我即马就好啊，我即马也无甲你反驳，没有反驳啊，我即马伫咧关门内底，我就甲你讲你袂使做啥，因为这两个伊即个这案两个嘛，一个是伫咧较军事安全的，一个是伫咧经济 TikTok， 这是较经济，哎个你也讲你这是一个以后安尼所有的商业的迄个。游戏规则拢会使改变，是毋是？即马以后你安尼，我嘛是会使安尼做，好对对。即个就是讲，伊互布林肯去了后，即个互伊民主，但是我看伊伫咧关门关起来了后，确实上重要。